来看新国乡文教基金会，这2天伫南投暨南大学举办润性亚洲亚太社会创新高峰会，包括柬埔寨，还有泰国在内13个国家，还有超过100个讲者，要来分享经济、社会、文化，还有环境等等无共领域的案例，看因安怎运用创新来解决人类生存的困境。 美戏表演，还有轻柔的舞蹈，柬埔寨的法尔艺术学院运用艺术，安慰柬埔寨战后真侪难民儿童的心。英国应效社会企业的概念对外巡演，营收会当负担组织60%的开销。 I will be talking on the topic of art and healing, which has been a big part of FAR's mission for the last 30 years, especially helping children and communities deal with the war traumas after the Khmer Rouge War. 泰国的会议空川有一群妇女推广绿色旅游产业，伫3年内采集染色的材料，成立这部甲染色工作坊，家己碳收费嘛，甲生态共存的商业模式，吸引唔少少年人加入。 แล้วก็เราก็จะมีการสร้างพื้นที่ให้คนรุ่นใหม่กลับมาอยู่ในชุมชนรวมถึงการรักษาอัตลักษณ์แล้วก็วัฒนธรรมควบคู่กับการทำธุรกิจเพื่อเศรษฐกิจสีเขียวค่ะ 新故乡文教基金会连续2天伫南投暨南大学举办润性亚洲亚太社会创新高峰会，邀请13国超过100个讲者分享经验、社会文化、环境等3大面向的经验。 是透过这样的一个觉醒的反省的过程里面，来团结亚太地区的社会创新的工作者，一起来努力来面对这样的人类的生存的困境。主办方表示，面对人类生存困境，并且伫呼应永续发展目标的前提，结合亚太地区国内外案例，分享安怎透过创新解决问题，营造改变，创造社会价值。记者综合报道。